我体内怎么会有这样的灵力？殷红二字，后世，你莫不是有了？不至于吧？这菜好歹我也做了几次了，虽比不上你的手艺，可也不至于如此啊。怪我，早晨早饭我贪嘴多吃了几口，许是撑着了。来，你再尝尝这鱼，河中鲜鱼，最是鲜美。来，我喂你。哎，后世啊，你虽说灵力不济，但你好歹也是个神仙啊，怎么现在宛如肉体凡胎？莫不是生了什么？我体内怎么会有这样的灵力？殷红二字，后世，你莫不是有了？后世，这阴阳调和，万物交融，乃是正理。我们虽不在凡俗之中，可你也不必。后世，哎，后世，后世。咱们守住这个秘密，当面告诉继母，好不好？奇怪，平日梧桐林百鸟齐鸣，今日为何如此安静？糟了，凤族出事了！夫人，怎么是你？真晦气！料你也没伤着，你赶紧走吧。梧桐林只怕有变。不知凤冉上君是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？好好说话，别阴阳怪气的。